讲到客人去到台北打天下的脚掌，过道路会讲到天南街南机场。南机场是日本苏维留下来嘅地名。日本苏维基地呢是日本陆军嘅练兵场。喺松山机场唔前建设以前，係飞机练成功嘅位所。战争打下的练兵场改建做青年公园。不过，也就位所还係顶上本人喊做南机场。其中一条弯弯弯弯、落落壳壳嘅天南街。里面也变做万华区嘅国兴路、青年路同万强街。照考证，天南街应该是台北市第一条嘅客家街哟。现在南上台北大表家下，大家树头很棒棒嘅，客家乡亲将只有睇台北上嘅偏北角嘅落错。50年前起嘅8到12坪，一种4坪數嘅國車南機場國車，里面也許多客家鄉親去喺度。都見記者嘅行前未到許多客家鄉親。一片整理枯叶叶国小之后，文秀英一片公灯屯老公为天上，睇南機場國車開百貨行嘅歷史，飲出開睇中醫國小對面，營業木就40多年。哦，國小之後啊，我買有40多年咯，買真多咯，按不然我可以做到11點啊，哦，11點那像係咪支付還買多呢？所以講本家長吼真方便啦，所以我繼續下來啊，我講我先生咩按多些，70人些，還得買支付。買落雨間作嗰啲，好嘅休生嘅就買。每間中其實美地也到下夜用式做出藤到流行。生理無從頭擺硬好，唔過用嚟講，就係唔盼得囤點數空起來無愛做嘅，總共係幾支亞間百貨行做到來添加求業務態勢。伊就算特別有注意間的2間啦，2間大同嘅，那時候還說做百貨還不錯啦，利潤比較薄，不過生意還可以啦，到底沒有改變出沒落啊。伊說轉型咧，冇轉型都冇落呀。同樣睇南機場國車做生意嘅行業，還有羅總楊妹，伊係民國53年南機場頭一期國車起好就曬落去嘅頭一批主婦，差不多點一開就係50年。做50年了，哎呀！你還是冇生意啦吼，咩當考慮上去收啊吼，收嗰啲人講你收起來你不騙子哦，我講亂水小啦，佢講佢收起來冇條路啊，你去哪位啊？本人按講吼，又在考慮上買較少啲吼，又係推得，就買推唔得嚟吼，落提嚟吼，就冇買啦，還是買了錢嘛。做上行業能上來台北大天下，目前有冇2年，捐課喺台北上靠外地嘅素材落腳。行業不只是南機場啦嚇，天南街是海南省頭嘅等於講一個太監農業嘅位所啦嚇，唔係都市發展嘅位所，所以呢位所這樣就行業嚇，佢來到都市都達標咩，冇本錢啊，冇按到好嘅呢條件，咁我都簽到呢個位所來。幾時嘅對客家種上來打邊好苦啊！太苦，差唔係差，對。一代以前喺什麼個古亭區咩意思啊？古亭區咧，冚當咧，帶去當大行業啦。好，青年公園周邊，以前冇愛過嘅咩？行業真多。二次戰後，大量嘅政治移民同上鄉移民想再也來到台北，那就係違建，為到嘅安置違建府，政府喺南機場陸續起嘅8到12坪嘅4坪數國車。大家會被拆下啦，違章建築啊，嗰邊被拆下，你也建設配㗎，
哎，这个秋江配到俩间屋叫南机场，也迄都50年嘞，也都50年嘞啦。出铁皮的蒋介石过的，去的蒋介石盖的国民住宅，啊，出铁皮出那边拆落4年去违章，头摆涨5万5个木，出卖到几100万，都一落来啊，5万人数落得。所上来台北大批的行人，单數條很棒棒嘅，前面唔慫恿，捐靠每年4件嘅業務。南機場國車做得講係當時復社好成家，一定好危險車。熱測到夜下，南機場總圈裡11個連裝，行人就卡為100卡價。南機場有3公里嘛，一股係可能嘅，二股係外省，第3股係行，做3分天下就出嚟啦。啊！呢位青島行啲行人嚇，當然都使走啦。不過睇起啊，你都唔會走嘅人係唔會走啦。啊，所以呢位青島行啲行人嚇，做各行各業嘅啦，啊做乜嘅天模嘅啦嚇，裝腳踏車嘅啦，佢種作店嘅啦嚇。呢位青島人嘅行人嚇，要長期學識、學手藝啊，如果呢一隻技術學技術，讓佢成塊下來。離開家鄉到台北省大批為替退客家鄉親，睇起係對南機場附近呢，也下早就無謂嘅困難嘅落腳，讓天天嘅向外發展。所以講差唔多喺50年前，南機場喺台北行人嘅新故鄉。